即届台南市议员的选举，民进党旗下28席，国民党15席，无党籍的12，以及台联加台湾基进党各1席。反绿的阵营会用的讲是1过半，因此议会民进党团日前嘛举行党团的会议，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到场，对着议长的人选强调尊重党团自主，并且表示民进党无分裂的本钱，一定要更加团结。我们一切都交给党团自己运作，因为党团自主就从现在开始，本来就是这样子。那所以说，今天是看到新旧党安基于民进党的党团的组织的规章有规定，就是说选举完结束1周内要成立新党团。然后他们就是，那至于党团怎么成立，就由旧党团跟新党团交接。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是尊重。那就是说，对这个正副议长的那个态度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很希望，就是能够做一个所谓完全执政的一个打算？没有，我觉得这还是尊重党。会议的过程虽然无对外，不过进前嘛有共党的议员质疑党团的会议违背定序。对此，议员库里里认为一切依照法规的规定。就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团的规章里面第6条就有规定，在议员就是说新的一届的议员的投票日往后推1个礼拜，我们必须召开临时党团会议，那来做一个推举那个临时党团的3长然后并做一个交接，所以我们在今天就是会来成立这个党团那么再来就是中央党部的部分，虽然今年它有提案通过了这个直辖市跟县市议会议长或副议长的这个办法那里面其实它是规范了，就是第一就是党团自主，第2就是不得跑票，那第3是中央党部会折成一个小组，那中央党部到底会不会折成小组，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党工的会议，民进党团决议接受正副议长参选的登记，到12月5号。如果有2组以上登记，就进入协调；无法度协调，7号进行遴选的表决。至于民进党中执会7月份通过正副议长遴选，应该考量地方的发展，甲议会运作。议长郭信良今仔日嘛心有所感，主动甲媒体讲着最近的心情。阐述这个人选会不会太残忍了？哪有这样做？如果真的要协调，要有事先就要协调，哪有等人家选出来的如果人选出来的协调那个又不是他承受得了吗？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应该要协调，要事先协调，而不是登记人选出来了再协调。代表民进党出来了，你和谁协调啊？你要伤害谁？情何以堪？也是一件那件话了，该你的就是你的了，不是你的争也没有用。面对反对阵营是1过半，要旗下正副议长，机会相当的大。不过，身为上大的在野党国民党团发言人日前嘛表示，就算民进党无可能离让，国民党即届嘛会推出遴选，等待新的书记长产生以后，才决定正副议长的遴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